20世紀80年代初，唔少內地新移民嚟到澳門，家庭艱難到連細路仔學費都難以負擔。藍一文牧師促成宣道堂同埋香港福音自傳會合作，成立宣道堂助學金部，呢個就係愛心工程嘅前身啦。單喺10年多嘅時間，就資助咗澳門本地超過3000名嘅學生。1985年，愛心工程正式成立，40年嚟總投入超過1.3億澳門元，將愛心撒向多個領域。從1985年開始資助內地失學兒童，到如今已經累計幫助超過6萬名小學生、中學生同埋大學生重返校園。最初由外地醫護人員組織醫療隊，帶住2手醫療設備走進內地，既為當地民眾睇病做手術，亦都為當地醫護人員開展培訓。2008年起，更動員本澳醫護成立愛心醫療隊，深耕內地慈惠，共建約200幾間診所，資助300多名貧困病人睇病，仲為2萬多個學生體檢，同埋教佢哋衛生知識。1999年，關注湖南麻風村，幫助咗38位病患。2008年又為佢哋建咗6棟嘅新房子。呢份嘅關懷一直堅持咗20年。愛心工程已曾幫助多個地方嘅災區，面對重大嘅災情，更係好快速咁行動。例如1998年湖北、湖南水災、南亞海嘯，2008年汶川地震裏面都係第一時間去響應，籌集咗3000萬澳門元嘅救災物資同埋資金，全力幫助災區重建家園。喺廣西、雲南等山區，我哋興建咗大約有500間學校，同時仲資助代課老師嘅生活費，贈送舊衣服同埋新鞋，仲推動移民村建設、飲水工程等等嘅項目，將幫助落實到每一個需要嘅地方。2001年組織愛心之旅，帶住關懷走進廣西、雲南、廣東河縣、興寧以及湖北、湖南等地探訪，累計出隊超過100次，讓大家親身感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。2013年起喺內地開辦食物銀行，定期為800戶困難家庭送生活物資，幫佢哋減輕負擔。1998年起陸續建咗29間養老院，關心照顧400多名嘅孤寡老人，讓佢哋能夠安享晚年。2016年設立牧愛基金，專門資助香港旺角宣道堂嘅基層社區服務。2020年設立惠愛基金，幫助澳門近40個特遇困境嘅家庭渡過難關。2021年建立咗關懷弱勢嘅機制，喺港澳台累計幫助近1400戶家庭，用小事傳遞溫暖。最初靠海外資助，漸漸有教會嘅弟兄姊妹奉獻，亦都有唔同地區嘅熱心人士捐助本會。1999年起辦步行籌款，一辦就辦咗21年啦，超過2萬人次參加，籌到超過1100萬澳門元。再加上愛心之旅、各類嘅義賣同埋專項基金，讓到愛心款項源源不斷。新增港澳 SEN 同行計劃，幫助有特殊教育需求嘅家庭，招募義工優化慈惠工作，仲設有圍爐煮茶交流平台，想將更多有愛心嘅人凝聚喺一齊，一起探討如何更好咁關懷呢個社區。現在愛心工程已經走過40年嘅里程碑，呢一份嘅成績歸功於每一位參與者嘅付出。未來期待繼續同大家一齊將呢份愛一直傳落去，溫暖更多有需要嘅人。